第一個要介紹嘅詞語係尼特族。A. 尼特族係英文 NEET 嘅音譯，全稱為 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 直譯呢就係非升學、非在職、非受訓嘅青年群體。B. 呢個詞起源於1999年嘅英國。C. 年齡層方面有兩個定義，甲15、16至到24歲。2000年後呢個詞呢就傳入日本，年齡層定義擴大為15至到34歲嘅未婚青年。D. 香港就叫做雙失青年，即係失學同埋失業。台灣呢就叫尼特族、肯魯族。大陸呢就叫肯魯族。第二個要介紹嘅詞語就係割韭菜。A. 韭菜係一種日常喺街市或者市場買到嘅蔬菜類植物，配合其他嘅食材，可以做成各種嘅美味佳肴。B. 韭菜嘅特點係生命力極強，只要仲有根，將上面嘅葉割咗之後，好快又會長出新嘅葉子，於是可以反覆收割。C. 大約喺公元2010年嘅時間，呢個詞語喺兩岸三地嘅使用率火爆。D. 割韭菜一詞可以應用喺多方面，例如喺投資方面，一啲大戶或者莊家利用資訊設下圈套，氹嗰啲散戶落搭，然後將散戶嘅資金洗劫一空。舊嘅散戶被割之後，又有新嘅散戶帶住新嘅資金進場，就好似韭菜一樣，割完一批，長得新嘅一批又再被割。二、將呢個韭菜割韭菜可以直譯為英文以下個，咁如果意譯呢，就可以咁樣嘅譯法。第三，食花生。A. 食花生係指對身邊或者網絡上發生好似八卦嘅消息呢、爭拗呢，或者一啲嘅醜聞呢，呢啲呢就係持一種嘅冷眼旁觀嘅態度。當事人雙方吵到不可開交，而圍觀嘅人呢就好整以暇嘅，一邊就食花生，即係零食啦。一邊就好似睇戲一樣睇熱鬧，通常有一點幸災樂禍，純粹當作娛樂嘅心態。B. 起源早期喺香港嘅傳統戲院睇電影或者睇大戲，又或者睇電視嘅劇嘅時候，花生、瓜子、糖果就係最常見嘅零食。大家一邊睇一邊就食零食。芥末花生呢，既可過氣癮，又可以滿足口腹之欲，係一種平民化嘅極高嘅享受。C. 大約咗公元2000年，每當網絡上有罵戰嘅時間，旁邊嘅人就會擔定凳仔，一邊食花生，一邊睇好戲。D. 香港或者澳門採用食花生嘅詞彙。而台灣呢，就係講用吃瓜呢個詞彙。食花生嘅英文翻譯呢，有以下嗰幾個。第四就係要講説嘅詞語就係爽劇。咩叫爽劇呢？ A. 爽劇係嚟自於網絡文學嘅爽文。佢嘅核心目的係非常純粹，就係要等着讀者或者係觀眾喺最短嘅時間，心理上嘅極大滿足感，即係有爽感。爽字有舒適、暢快嘅意思。B.
爽劇通常將現實中複雜嘅人際關係極端化，主角一開始就會被極端化，主角通常就會開始嘅時候俾極度嘅打壓、羞辱，然之後呢，就係觸發反擊、復仇、大翻盤，呢種壓抑後嘅爆發帶嚟極強嘅宣泄感，令到觀眾睇咗之後有極大嘅滿足感，為主角而鼓掌。C 爽劇有分為長劇啦、微短劇啦、AI 劇啦，咁製作成本呢個差距亦都相當大嘅。D 爽劇嘅英文譯名有以下嗰幾個。第5個要介紹嘅詞語就係吐槽。A 對於使用廣東話嘅香港人嚟講呢，吐槽呢兩個字啊就有啲生硬啦，但可以呢照樣跟翻潮流用喺書面語，不過呢就比較上呢我哋少用啲嘅。B 槽呢個字呢本意就係放嗰啲飼料嚟到放呢個飼料餵飼畜生嘅器具嚟嘅，或者係放置呢個弦樂器嘅架。C 有一個講法，吐槽呢就源自喺台語，咁嘅意思呢就係揭發他人嘅短處。D 總括吐槽嘅含義就可以分為夾呻啊，即係有抱怨、發牢騷、吐苦水嘅意思；乙串人、窒人，即係意思呢就係諷刺、挖苦或者當面調侃對方；丙彈啊，批評某一樣嘅嘢一文不值，非常之差。依吐槽嘅英文翻譯呢，以 roast 呢個字呢係最貼切嘅對應嘅，就係指用呢個幽默、諷刺、開玩笑嘅方式嚟到調侃或者批評某一個人。舉一個例，我的朋友總是用我的廚藝來吐槽我，即係諷刺我啦。咁英文呢就會咁樣講嘅。最後一個要介紹嘅詞語就係月光族，即係第6個啦。A 起源大約喺公元2000年初，流行喺中國大陸嘅網絡社群，意思就係將每個月賺嚟嘅薪水全部花光，冇剩下幾多個錢嘅人就叫做月光族。B 廣東話好貼切嘅有句説話，餐揾餐食，餐餐清，或者晚晚緊。C 英文嘅翻譯呢，亦都有以下一個句子呢，就最貼切嘅，就係 living from paychecks to paycheck， 意思呢，即係話薪水一到手就花光啦，只能夠等下一次嘅發薪